来看基本消息，已经有153年历史的北管烟社台北灵安社，今年以北管得到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的肯定。今仔日台北市政府为因举办授证典礼，表扬因拍拼伫咧传承。台北灵安社153年以来，也捌拄到传承难关，现主是因豆豆招无共年龄层的民众做阵参与，望北管新将顶头这个传统艺术通代代流传。当咧台顶表演北管的是已经有153年历史的北管烟社台北灵安社。台北灵安社伫2001年，互人登录做新奖顶头保存者。今年佫以北管得到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的肯定。台北市文化局也为因举办授证典礼。150年了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它穿越了不同的政权，跨越了族群，到我们现在为止站在这里，站在一个古迹里头，就真的感觉到意以人养。台北灵安社为1871年成立到今，传承也捌长过一段时间。落尾因积极复兴，已经恢复野生红彩街北管表演这个传统，也积极招少年人来参与。咱有这个责任，也有这个义务，来推广咱的北管这个传统文化。所以咱有为小学生，包括中学生，因为有兴趣。有兴趣啊，家己阮兜就有咧拜神。台北灵安社表示，因自2010年开始恢复练习北管，一开始只有5-6个人参与，推广到今已经有40几个来自无共领域、年龄层的人参与。伊也欢迎各界对北管烟社有兴趣的民众做阵加入传承。记者郭宝根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